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跟住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世界盃咧打到去最後4強啦。咁今日條片會先講少少世界盃先，跟住咧就再 update 一啲曼聯嘅開操情報，然後就會講我哋陣中嘅幾個主力，包括班奴、利馬、蘇爾，下季起計咧就會剩最後1年約啦。咁會講講佢哋嘅去留情況。嗱，留意下係新篇講26-27新一個球季嘅合約情況下。唔係舊嘢嚟，而係新嘢嚟。咁係啦，而最後當然亦都會跟進埋呢一啲轉會傳聞嘅最新消息。好啦，先講咗世界盃啦。打到最後階段啦，剩翻4支球隊，4支呢咁啱呢就係目前世界排名前4嘅球隊。嗱，依排名次序計呢，就係第1法國，第2阿根廷，第3西班牙，第4英格蘭。一樣咧，始終如一啦，都係由1個月前咧世界盃開始前，我都估法國人腳咧就最有機會冠軍嘅，而法國咧亦都一直咧真係打到入嚟，尤其前線球員嘅表現啦，亦都真係夠晒勁。唔知咧大家咧又貼邊隊咧就會最終捧杯啦？嗱，其實咧老土啲講啦，4隊咧都有機會嘅。嚟到呢個階段呢個 level， 唔止講人腳噶啦，係仲講埋臨場表現，有冇突發事件，例如紅牌嗰啲，以至比賽中嘅運氣咧向住邊一隊，都可能咧就有決定性嘅影響。所以其實咧就好難話實咧邊隊咧最大機會贏嘅，因為4隊本身咧都係有翻咁上下實力嘅傳統強隊。而至於 refer 翻我哋曼聯球員就啦，係仲有英格蘭有福哥同埋美奴喺度嘅，但比較慘咧就係美奴繼續0分鐘冇出過，而阿福咧喺8強戰咧亦都係冇得出。至於阿根廷度啦，當然咧就有利馬，而且我覺得咧世界盃曼聯球員嚟講，前半段計咧可能咧就係古夏突出啲，同埋馬沙都有表現。而後半段啦，要數翻咧就一定咧就係利馬喺阿根廷度咧表現出色，打法德國嘅時候有扎位入波啦。琴日朝早咧8強贏瑞士嗰場，亦都有球咧車身凌空窩里係射得幾靚，但就俾人救咗。係啦，利馬咧個態咧睇落咧就係非常好嘅，係阿根廷嘅後場重心，以至有需要嘅時候殺上去咧，亦都同樣有貢獻。而再嚟講到啦，就係曼聯嘅開季啦。嗱，首先今夏嘅新簽球員方面，據指安地利山道士同埋達奴，一如咧早2日嘅片咧講咗咧就係搞掂晒噶啦，過晒體測 confirm 晒噶啦。而山道士亦都已經我睇消息咧就係講嚟埋卡靈頓見埋卡維克咧面對面傾埋偈噶啦，不過咧就暫時未有一齊練波住。而家咧就係睇咧曼聯幾時正式官宣，咁應該好快，估可能今日星期一咧，等到英國時間嗰邊陸續開工啦，就應該差唔多出噶啦。係啦，非常期待啦！睇睇2個新兵喺正式官宣同埋首個訪問啊，同埋靚仔相嗰啲係非常期待。至於開季啦，仲有啲關於小將嘅消息咧，係 JJ 加比爾咧，據傳喺新一季 Pre-season 係有機會落場，而且可能着嘅 number 咧就會係77號，不過消息源咧未係完全證實到嘅。大家呢度咧就可以聽住先，期待住先。而另一個咧都有唔少人關心嘅咧就係利斯啦。嚟自咧向來有曼聯內部消息嘅 Simon Stone 最新所講，有話咧利斯咧而家咧就唔似係會外借，因為曼聯內部對佢評價高，同埋對佢有信心可以更進一步。係啦，或者咧都係一樣睇 Pre-season 利斯如果有機會出嘅時候表唔表現到啦，咁都係一樣可以留意住。而仲有多樣消息咧係再次 confirm 阿福踢完世界盃之後休息完之後咧係會歸隊嘅，預期就係不出意外8月初至到中旬係會見到福哥，至少會着翻訓練波衫喺翻曼聯度練波。但係咪之後就會甚至俾翻佢落場比賽呢？就好睇咧轉會嗰度佢最終走唔走到啦。再次重申，我個人睇法咧就係幾反對咧再融入福哥嘅，唔係特別針對佢個人啊，只係驚佢咧會影響本身隊波上季咧難得地踢翻出咁好嘅比賽態度。好，而跟住咧要講到咧就係即將完約嘅曼聯球員啦。新一季咧26-27球季即將個零月之後咧8月中下旬起咧就會開戰。而關於曼聯嘅陣容，每年夏天買新兵當然就少不了啦。目前暫時簽咗嘅新球員有新中場山道士，仲有新嘅後備門將達奴。2個咧都係等緊即將正式官宣。同時新一季啦有新兵之餘，當然咧都要睇埋原有陣容。除咗係睇邊啲球員要相應放翻出去之外，亦要睇埋呢邊啲球員即將呢合約完結。我自己咧查翻就，目前一隊常規陣容中，唔計小將咧，就主要而家咧陣中就係有5位球員都係27年咧就會完約，即係咧下一季已經就會踏入最後1年嘅合約期啦。呢度咧就會逐個同大家一齊審視一下佢哋嘅情況。先講嘅係蘇爾，呢個老臣子啦，今季下一季咧就會係佢第13個效力曼聯嘅球季，而上季好驚喜地，應該冇人之前估到咧，佢上季咧就會踢足38場正選，上追人咧上季咧變翻成鐵人。
所以咧，其實沙季咧就係佢現有合約嘅剩最後1年啦。而所以目前沙季咧就係31歲，如果下年要再續嘅咧，就會係32歲。咁好老實講，打閘位咧對體能要求咧就係極大，而且所以過去咁多傷患底啦，當然咧亦都係隱憂。咁啊，曼聯咧就係好好考慮到底係咪要將來繼續留梭爾啦。咁目前睇啦，陣中小將左閘咧嘅後生仔咧係有幾個嘅。但都係暫時未見有咩清楚信號出嚟咧，係佢哋會接到班住。而今夏要一直咧繼續有盛傳，曼聯咧就係想買左閘嘅。而家講法咧就係左翼或者左閘咧會賣其中之一。咁啊個人睇法啦係覺得今夏買閘先咧係重要過買翼。二揀一咧我咧就會買閘先嘅。咁所以就老老實實，我對於再留唔留佢，暫時係傾向咧唔再留多啲嘅，因為陣容持續更新咧就係必要時，要實事求是一啲嘅。對球員有情感咧係一回事，但考慮 keep 翻好隊波嘅戰鬥力咧就係另一回事嚇。咁啊，如果有勁嘅閘今夏買到嘅呢，我覺得所以或者沙季喺季後，即係27年嘅夏天，係會差唔多時候咧功成身退。跟住另一個啦，大 B 哥般奴一樣咧就係現有合約到27年就會屆滿，但查翻咧就係有加1嘅選項。嗱，咁大 B 哥就係大蘇爾1歲嘅，沙季計咧就係32歲。而如果要再續咧，即係考慮嘅咧就係33歲起，仲係咪繼續用 B 哥？嗱，咁而家你睇翻般奴嘅狀態，世界盃咧冇咩表現㗎啦。特別提翻咧葡萄牙用般奴咧仲要打前鋒咁，冇表現咧就冇得怪佢嘅。而 refer 翻英超上季，佢破紀錄做新嘅歷史助攻王，咁能力當然咁睇咧就肯定仲係好強先。但同時啦，又係嗰句實事求是啲講翻，去到呢個歲數咧就係要開始咧密切關注翻體能情況嘅。估就估咧般奴咧不嬲體能強啦，應該咧係仲會應付到，而亦都估咧再做般奴嘅機會咧都會幾大。但新約下開合約年期咧，就呢啲年紀咧好難避免咧就係要保守啲，同埋都係要陸續開始咧部署接班㗎啦。新一季32歲，仲有最核心必然主力咧，呢樣咧就冇乜疑問。但再續落去數落去33歲，就係要逐漸諗接班㗎啦。用咧，我覺得咧就係會繼續用嘅，但要每年都要好好咁樣密切監察住體能同埋狀態保持成點樣。咁對比翻就曼城係34歲咧放迪布尼嘅，而般奴嘅體能底同埋傷患底本身咧都比迪布尼好啲。咁如果 keep 到嘅，我而家諗下，可能咧用落去35啊、36咧都仲得嘅。但出場時間可能咧就要慢慢隨年齡增長咧 manage 下啦，就唔好下下用到咁盡。跟住再數到落去，下一個就會係麥佳亞。喂，可能咧有朋友會問啦，唔係先續完約冇耐咩佢？係嘅，都係幾個月之前老麥先4月續約啊啫。但續嘅咧只係呢1+1，即係續完之後啦。新合約咧都係只係到27年嘅季後，而另有加1選項。嗱，咁麥佳亞咧就同蘇爾一樣啦。稻草冇揀入去今年世界盃啦，而老麥咧簡單地講就生埋日生季咧就會係34歲，咁再行使埋加1嘅話咧就會係35歲，應該好大機會咧就係最盡㗎啦，咁可能到時咧佢會掛靴都未頂添。係啦，生季咧預期咧老麥喺陣中咧就會有作用嘅，而再加唔加1咧，咪睇狀態同埋睇曼聯出年再買唔買新中堅啦。係啦，咁之後咧再要講嘅咧就係利馬，咁現有合約咧就係到27年嘅，亦都係加1選項。嗱，咁利馬呢片頭講世界盃，有提佢特別咧就喺淘汰賽階段越踢越好。嗱，咁如果你齋講個人表現下，我覺得利馬喺後場嘅領袖角色，仲有踢法淡定，有出波能力，仲有本身風格夠晒打仔格，有狠勁同埋有拼勁。咁呢啲特質咧，我覺得咧全部都係曼聯需要嘅。但係始終有一個問題嚇，就係傷。如果冇傷咧，就係唔使猶豫，一定會續嘅，我覺得。但關於傷就而家咧就有啲難講啦。咁嚟緊呢個賽季咧，我睇咧就要好睇利馬保唔保持到健康先，同埋睇埋軍醫嗰邊到底點樣評估利馬嘅傷患底潛在影響同埋未來再大傷嘅可能性有幾大先。咁關於呢一點咧，而家咧就係好難講。係啦，利馬啦，再續與唔續咧，好取決於佢嚟緊傷患問題嚇。咁我暫時呢一刻自己目前咧就好難有個定奪先嘅。咁啊係啦，至於一隊恒常陣容係仲有位咧27年完約嘅，就係土窿比恩迪亞。但係隨住達奴已經免簽咗 Here we go 咗做新後備籠，就土窿嘅前路咧大局已定㗎啦。今夏咧佢咧就會走硬，咁土窿呢度咧就再冇必要咧去討論咧仲續唔續約啦。而小將都可以提埋少少嘅，就係我查到咧亞馬斯同埋哥利亞咧都係27年完約嘅。咁呢啲小將嘅前途咧都係嚟緊賽季咧就要決定好下，再俾唔俾佢哋咧留低咧俾機會。暫時咧睇咧就未見太明朗化，咁係睇咧卡域克同埋高層幾時有決定啦。好啦，咁就講完晒合約最後1年嘅去留情況啦，到最後輪到咧 update 一下轉會情況啦。咁啊都係例牌。見我擺到最後先講轉會消息咧，就知道呢2日咧係再冇咩新嘅重要料嘅。咁啊講翻就想講咗人哋先，紐卡素嗰邊幾慘啊！
佢哋自己嘅球員咧係咁咧就俾人睇到實想搶走，而同時佢哋想買翻人咧又唔容易喎。最新本身咧傳同對家球會德甲弗賴堡傾好咗想買世界盃度爆起咗嘅瑞士國腳文森比嘅，但球員而家咧 prefer 去維拉喎，即係紐卡素想做嘅呢單 deal 就俾維拉騎劫咗，咁啊佢哋咧又再爭輸。而講翻我哋啦，曼聯自己就2日前咧確定彈中艾達臣之後咧就冇乜再新料啦，都係咧傳文奴岡尼多啲，係傳下。羅馬需要今夏賣人，對文奴岡尼標價咧大概係50M歐元，咁貴咧就唔貴噶啦，尤其係based on世界盃佢嘅表現咧，50M我覺得直頭係靚價添。但同時好多人都有講，岡尼本身都多傷嘅，咁呢樣咧亦會係一個 concern 嚟。而目前圍繞岡尼同埋曼聯嘅傳聞咧都係傳住先嘅，未有大記者咧報有進階發展住，咁即係咧就要再等下先，睇睇有乜料到。不過講翻就曼聯咧而家咧保密功夫咧就做得幾足嘅，好似山道士咧之前都係報出嚟2-3日之後咧就 here we go 啦。咁就而家睇睇到底係咪有傾緊文奴岡尼咧，咁就一齊拭目以待啦。好，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可以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再翻呢度 YouTube 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